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个进前天气是真寒。 甲这个电毯竟然是价格出意外，花莲一个二小姐伫个电商平台买一领1200外块的电毯，才价5工，竟然是常常导火烧起来，害因两母仔囝是拢烧着伤，搁差一点啊火烧厝。二小姐来指控，讲这个产品有讲哦，讲有高温断电的保护的机制，但是拢无起作用。啊，卖电毯的店家来回应讲，因只是甲产品为中国挂转来卖，只是 泡猫仔过户顶尔尔，目前是持续甲二小姐咧协商，啊嘛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买电器用品一定爱认明有标检局的标章，安尼才有保障。脚甲手操带所在超过10个期，就算已经过2个月啊，尻川配这个分家医院看有，这个有小姐讲做生意二度烧伤物件，就是这项。 二小姐为网络买一领电毯，当时甲查某囝因老母困伫房间内，有厝电毯困点外钟尔，就发生导火意外。加在因老母倒起床去便所，才赶紧赶救精神，救回宝贵的生命。电热毯全部都是火，然后我起来泼水以后，我妈说你屁股全部都是火，然后惊恐，然后去摸整个我的手，全部都是烧伤，这里是3度的，然后已经神经受损。 床主啊烧2大坑，房间内底家具差不多拢总没事呢。二小姐甲网络平台反映，也无得到任何帮助，这个对方甚至阁拍算要推卸责任。客服人员服务态度很好，他就说我们一定会补偿你所有的东西。到现在完全置之不理。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东西是不是我们的？后来我发现他们是一家仓库，然后是你下单以后，他们才会从大陆订货。 二小姐指控讲，当初买时商品强调讲高温断电、过热有保护，这拢是假。寄来物件敢若用一般透明的碟仔缀咧尔。记者敲电话给这个电毯的厂商，对方表示讲，因只是批发商为中国挂货。有关这个争议，会由平台正咧进行协商，是讲嘛要提醒咱乡亲买相关产品的时，上好要有牌子的，而且要有经济部标检局验证的商品，安尼较有保障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